花花，我女婿来看你了。啊！哎，来，不是这，你看，我把女婿给你带来了啊！看看啊，我女婿看你来了。伯爷这么晚还来了，花花，原来世子也在啊。哎，恒儿，你个大男人怎么坐女孩子家床上呢？快过来，过来！这是姐的床，又不是别人的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快下来，坐这儿，下来，坐这儿。不要，这里舒服。哎，我说话你不听是吧？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还治不了你了我。哎，别拉我！哎，等！哎，嘿，石大人，你怎么在我女儿床上？伸出手来，使劲！还有你，还有你！说，你们三个在画画屋里都干了些什么？啊！爹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讨论剑法。那石大人，你说，你在画画的床上干了些什么？国公恕罪，在下与郡主光明磊落。光明磊落啊！还光明磊落！爹，此事真的不怪石大人，是我让他来的。哎呦，闺女啊，你都跟程安伯订了婚了，你又让他上了你的床，你让我……哎呦，伯爷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程安伯，我……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敢跑？给我回来，回来！花花，此乃在下之过，还请程安伯不要责备郡主。是画画不好，伯爷别生我气啊。在下可以不生气，但花花必须要告诉我，你可是在和石进大人调查福德楼之事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花花，是。实不相瞒，我也在调查此事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大家不如开诚布公，把所知之事聊个明白，也好早日除去这个心头大患。那伯爷不生我气了？若再敢有下次，小心我夜夜守在你闺房，看还有谁敢来。在下愿任凭郡主和伯爷差遣。公子，说吧。福德楼的账房赵贤才已经行动了。他去了何处？线报，明日午前，福德楼各路杀手皆会陆续会于玉真楼。一群杀手，堂而皇之在京城第一茶楼见面，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？大隐于市，看来只有亲眼所见，方才能探个明白了。